Hello，大家好呀！喂，今日呢，我们不如一起清一下一份很特别的演，我叫它做无形剧本了。其实呢，这份剧本是我们的過去靜雞雞幫我們寫落的，但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不知道，一路跟着它做緊戲㗎咋。你有冇試過咁樣嘅感覺啊？就係無論拍拖定係返工，好似成日都喺度重複緊某啲錯，或者係某啲模式咁，感覺就好似跟住一個唔係自己寫嘅劇本紅咁，係咪好怪異呢？點解會咁嘅呢？其實好多時呢，我哋大個咗之後遇到嘅樽頸位，譬如事業啊、感情啊，好多時都可能係我哋唔為意緊，將細個啲經歷重新演一次咋。你諗下，無論係愛情上嘅煩惱、工作上嘅唔順利，定係成日同自己過不去，其實好多呢啲掙扎嘅根源都係指向同一個地方啊。咁究竟係邊個地方呢？冇錯，就係我哋嘅原生家庭啦。而呢份劇本嘅主角呢，其實就係我哋每個人生裏邊嘅內在小孩啦。好，今日我哋就由你兩個關鍵詞開始慢慢拆解啦。首先，咩係原生家庭啊？很簡單啫，就係湊大你嘅嗰個屋企咯。你可以想象佢就好似我哋人生第一張情緒地圖咁。喺呢個家，我哋學識點樣去愛人，點樣去勾，點樣去鬧交，甚至係點樣喺呢個世界生存落去，全部都係喺度學翻嚟噶。咁內在小孩又係咩嚟呢？你可以當佢係我哋心裏面一個好特別嘅部分，佢收埋晒我哋細個嘅時候嘅所有情緒、所有記憶，同埋嗰啲未被滿足嘅需要啊。所以話呢，佢先係我哋呢個故事裏面真正嘅主角嚟噶。好啦，講到呢度呢，你可能會問：咁九份主品究竟係點樣寫成噶？其實背後有三股好神秘嘅力量喺個運作緊嘅。我哋而家就一齊嚟拆解下啦。有位心理學家叫鮑榮，佢講過一句好正嘅說話。佢話家庭就好似一個情緒共同體。屋企裏面嘅人就好似空享緊同一塊情緒皮膚咁。呢句說話有啲深奧，其實意思好簡單，就係話屋企裏面嘅焦慮係會好似感冒咁，好容易傳染俾大家噶。好，呢個概念呢，就引申出布雲講嘅一個好重要嘅嘢，叫做自貌分化。你哋睇睇呢張圖。左邊嗰啲高分化嘅人，就算屋企氣氛幾緊張都好，佢哋都可以保持到冷靜，有自己嘅諗法。但係右邊低分化嘅人呢，就好唔同啦。佢哋好容易就會被屋企人嘅情緒影響到，好需要人嘅認同，先會覺得自己有價值噶。當我哋明白咗家庭係一個情緒共同體之後，就會明白點解會出現第二股力量，就係心理學家榮格所講嘅陰影啦。你諗下，喺一個咁緊張嘅家庭環境，小朋友為咗想得到屋企人嘅愛同認同，好多時就會學識將自己某啲部分收埋，例如唔敢鬧、唔敢喊，甚至唔敢有創意。呢啲被迫收埋嘅物質，慢慢就形成咗我哋嘅陰影啦。問題嚟啦，呢啲被壓抑咗嘅嘢，並唔會消失噶。當我哋大個咗，佢哋就會喺我哋唔為意嘅時候，偷偷地走出嚟，影響我哋嘅決定。呢個就解釋咗點解有時候我哋會做啲自己都睇唔明嘅嘢，甚至感覺到，哇，頭先嗰個係咪過嚟噶？咁樣咯。好啦，當啲陰影同過去嘅傷痛冇被好好處理，就會引發第三股力量，就係弗洛伊德講嘅重複樹坡。咩意思呢？其實就好似打機卡關咁，我哋嘅潛意識會推動我哋不斷返去以前令我哋好痛苦嘅場景，希望今次可以打贏，改寫個結局。結果呢，就係不斷重複犯錯咯。所以呢，喺一個咁樣充滿焦慮嘅家庭系統入面，小朋友為咗保護自己，為咗生存落去，好多時就會無自覺咁幫自己揾翻個角色嚟做噶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個表，呢度有5個好常見嘅角色，睇下有冇邊個令你覺得，好似講緊我喎。
第一個係兼統，即係做咩都要做得最好，要靠成績、靠叻先覺得自己會被愛。第二個係代罪羔羊，即係屋企有咩事都係佢錯，專門食死貓得。第三個照顧哥，細細個就變咗小大人，要照顧晒全家嘅情緒。第四，失落小孩，為咗唔想有衝突，選擇變咗隱形人，冇人理都唔緊要。最後係己情物，遠遠都係負責搞笑，用笑話去化解屋企嘅緊張氣氛，但其實自己內心好焦慮噶。聽話呢5個角色，你哋心裏面有冇邊一個令你覺得特別有共鳴，好似有啲似曾相識嘅感覺呢？其實唔緊要噶，就算你覺得自己是其中一個角色，甚至幾個角色都好，都完全唔緊要。因為最重要嘅一步就係當我哋意識到呢份劇本嘅存在，就等同我哋將支筆攞翻喺自己手，我哋係有能力去重新寫過我哋自己嘅故事噶。有一點好勁有，就係我哋去理解呢份劇本，目的絕對唔係要去揾人鬧，唔係要去怪責邊個，真正嘅目的係為咗對自己溫柔啲，對自己好啲，然後慢慢攞翻個主導權，去為自己嘅故事寫一個自己中意嘅結稿啊！咁實際上可以點做呢？大家可以試下跟住呢4個步驟，當係一個心靈練習咁樣。第一步，留意感覺。下次當你有啲好強烈嘅情緒湧上嚟，唔好即刻有反應住，試下停一停，深呼吸，問下自己，我而家有咩感覺？身體邊度最唔舒服？試下感受下佢。第二步，追溯根源。當你留意到份感覺之後，就係溫柔啲問自己，我以前幾時都有過呢種感覺㗎？試下將而家嘅情緒同過去某啲經歷連埋一齊。第三步，安撫內在小孩。當你揾到源頭之後，你可以喺心裏面同嗰個細個嘅受咗傷嘅自己講：我睇到你啦，我知你好辛苦，唔緊要㗎，我喺個陪住你，俾啲溫暖同安慰佢。到咗最後一步，就係選擇新嘅回應。當你安撫咗內在小孩之後，你就可以用一個成年人嘅身份，有意識咁去揀一個唔同就企品嘅，對自己更好嘅回應方式啦。因為你要記住，嗌家嘅你已經係一個大人啦，你就係嗰個唯一可以翻轉頭，俾翻你內在小孩一直最需要嘅愛同安全感嘅人啊！好啦，喺今次分享嘅最後，我想留低一條問題俾大家靜靜咁同自己傾下偈。如果而家你可以同細個嘅自己講一句說話，你最想同佢講啲咩呢？